多谢小袁讲到花莲7.2个大地震过了，有真侪大楼住户受到影响，无家可归，煞有路无寸。花莲县政府甲国土管理署呢开放申请的补助，是讲有民众有拄着问题啊。有一个山海关大楼的姓黄的住户就讲，伊厝拄买尔。 还未大咧，无都提出是一个居住证明。另外，位詹小姐嘛讲，伊甲朋友做伙大，烦恼讲这个补助伊摕未到。针对这点，县政府表示讲，即摆是针对大个人，也就是厝卡，毋是针对厝头家，所以讲免烦恼讲这笔钱领未到。是讲呢，这毋若居民有受影响尔。天龙青大楼附近这个店面生意，即马那个剩一成，讲即马县政府嘛会甲斗相共。我们3月11号。 才下来的而已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样是不是我们比较衰？花莲7.2公斤，互大楼倒去的住户有路无厝。今日透早住伫山海关大楼的2楼住户黄先生来到县府申请补助，不过指控补助的条件有问题，因为想要申请必须实际大证明，不过也未大不起，厝就倒去。好几百万下去，什么都没有。政府机关跟我讲说，这要实际居住的。对。 我就还没有居住下去就倒了。开价8万，煞无法度申请，不过补助拄到困难的，唔拿就回。就是他要新的租屋契约，可是我住在朋友家，对，他也是租人家的房子，那我要新的租屋契约，是不是要透过他？ 有人担买厝，有人含厝头家带做伙，烦恼无法度顺利申请。对这件代志，花莲县长市政会亲身做解说。这一次是对人。 不对屋主，您是实际的居住者，您就可以来这个申请租屋补贴。根据花莲县政府和国土税标准，那建材户是1口罩3个人以下，逐个月有8000块的补助，4个人到1万，上济8个人以上有万块。 帮屋所有人上长会当补贴2年，非帮屋所有人上久是1年。不过除了住户，附近的店家别人受到真大影响。都没生意啊，那没有掉多少，这整个没生意啦。天线大楼倒去，今麦又搁伫咧拆厝，那附近的店家嘛防列作是封锁区，无人敢挖过，生意拢受到真大影响。店头家是A到第4件，苦伫心内讲袂出嘴。 大概剩平常的1成多而已，他们救灾比较重要，先给他们救灾。店家无人起来，生理保灾调查。花莲县府在来计划进行专案，希望至少有补贴。不过花莲各地灾情严重，大楼强制防拆掉，财产嘛恐惊真歹全部摕到转来。如今有机会申请补助，住户敢若希望会当赶紧稳定倒来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